咁接下落嚟又要講一個好常見嘅係 Level Two 題目嘅好常見嘅 topic 啦，就係 rate and ratio 啦。咁咧其實呢一課咧係好多內容嘅，不過咧比較考得多嘅咧就係純比例，就係 A 比 B 比 C 嗰隻嘅啫。咁其實仲有其他嘅喎，我哋一陣間都會見到其他類型嘅問題嘅。咁我哋先睇下2023年嘅第6題啦，常見㗎啦呢啲。咁我就話啦，通常咧兩嚿嘢嘅比咗你，有一嚿嘢咧好易分到個比例嘅。咁極快就做到噶啦！呢啲題目咧，我話題都得一個做法嘅啫，揾咗最簡單個 A 比 B 先。嗱，咁咧記住啦吓，唔係7:6係錯嘅喎，A 比 B 不是7:6，唔好見到左邊7右邊6就7:6，係要倒翻轉嘅6:7。OK，咁所以啦，揾到呢個咧，我哋就直接用 K method 啦。Let A 係6K，B 係7K，咁就搞掂噶啦，好快。咁點啊？我哋就可以啦，4×6K，將個6K 同埋7K 代入剩低嗰一嚿嘢度，減 3C 啦。係啦，個 C 我哋唔知喎，我哋而家就要揾 C 係幾多 K 咧？到底減 C 等於9咁樣樣。咁第一步啦，梗係乘過去啦，係嘛？乘過去，拆括號，拆埋括號，2×7=9，126K 減 9C，24K 減 3C 咁樣啦。咁最後咧就會計到啦，個 C 係幾多咧？減24除6啦，咁就17K 啊，正嘢靚數。咁所以啦，A 比 B 比 C 就會係點啊？6K 比 7K 比 17K。咁砌靚佢啦，記得嗱，記得個比例一定要整數啦。咁已經整數咗噶啦，我哋唔要個 K 就得噶。6:7比17，搞掂。咁 part B 咧就係都好簡單嘅啫，唔使再用 K method let 咩 K 嗰啲唔使啦，因為我哋 part A 已經 let 咗啦。呢個方法個好處就係快咯，又唔使再 let 多次咯，直接啦。6K， 咁記得唔好寫6喎，一定要寫 K 喎，一定要有 K 啊，冇 K 就冇分噶咯。8×7K， 7B 就係咩啊？7×7K， 咁然後加 3C， 即係17K 啦。C 係17K， 篤 Q 5×6加8×7除以7×7加3×17，咁咪揾到咯。43/50，咁樣就攞4分噶啦。OK，咁2024年嘅第5題啦，一樣咯。嗱，你發覺點都今次冇分 part A、B 啦，唔緊要噶，照做咯，係嘛？A 比 B 先啦，A 比 C 啦，咁就等於咩啊？6:5， 6:5。咁所以咧 let A 等於6K 啦，C 等於5K 啦。咁然後啦，照舊啦，代入第3條式，即係之後另外嗰條複雜啲嗰條式度。咁我哋要代個 A 同埋 C 啦，係咪？咁 A 冇嘢代嘅，唔緊要，唔使代 A 啊，佢冇 A 啊。7×5K 啊，跟住然之後咧就 B 加 5K 啊，等於4。照舊乘過去2B 加 35K， 咁你就應該咧揾到個 K， 揾到個 B 啦，唔係揾到個 K 啦，sorry。揾到個 B 咧就核突喎，好核突喎，係咪啊？應該 B 係幾多啊？揾到個 B 就會係篤下 K 先啦。係啦，7.5喎，係咪啊？唔緊要，即係15/2K。爛數嗱，咁佢呢題咧冇叫你揾 A 比 B 比 C 嘅，我唔使噶啦。如果 if 佢真係揾 A 比 B 比 C 啦，講埋啦，呢個唔使做嘅，咁就應該係咩啊？6K 比 5K 比15/2K。咁咧呢個唔可以做答案噶，我哋唔可以15/2做答案噶，要點啊？整走個份數，即係乘2啊，即係話12:10:15先可以做答案噶。嗱，即係如果佢叫你揾 A 比 B 比 C，你就要咁樣寫啦。咁呢一題冇嘛？冇咧，我乜都唔使做噶啦，直接就可以寫啦。因此就係5A 加8B/2
over 2b 加 3c 呢一嚿嘢係幾多咧？代啊，逐個代啦。5乘 6k 加8乘15 over 2k 照寫，唔緊要㗎。我哋可以撳計數機啊嘛，個數幾難都好，都可以撳計數機㗎嘛。跟住之後加3乘 c， 剩低嘅篤計數機啦。5乘6加8乘15除2除以15加靚啊3，得唔得？好啦，我哋又睇下 MC 啦。2021年嘅 MC 啊，2021年啊 ，MC 咧年年都會考嘅。好啦，呢啲點做咧 ？MC 自然就係 MC 嘅做法啦，係嘛？佢俾咗將你得兩個未知數，即係 alpha 同 beta。咁咧佢就俾咗呢一個 ratio 你，要你揾另外一個 ratio。咁兩個都好核突啊！呢兩嚿嘢。咁正統做法咧，梗係要計咗 alpha 比 beta 係幾多先啦，然之後再代翻入去計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快啊 ，MC 要快啊，時間唔夠啊。咁我哋咧 MC 做法 ，MC 先得㗎，大家 long quack 唔好咁做啊。就點咧？就可以聯立方程2alpha 加3 beta 等於7。如果 long quack 個啦，你就係有個 k 喺度噶啦，就會 7k 同埋10k 啊。不過 MC 唔緊要。之後啦，你有 program 啊嘛 ，program 1啦，我又係2、3、7、3、2、10，爛數喎，係咪啊？3.2唔緊要㗎，0.2。之後咧，代翻3.2、0.2落去，咁你就搞掂啦。2乘3.2加0.2除3.2加2乘0.2，咁就都篤 cal 11/6啦。咁就係 C 啦個答案。好啦，咁我哋再睇下一題啦。2022年嘅第12題啦。好，又係一樣做法嘅啫，8k 同埋5k 咯，係咪？咁你用8同5都得㗎，因為咧 long quack MC 嚟嘅啫嘛。MC 嘅話，你中意點都得㗎，其實你點做，雖然個方法錯，你計到都得㗎啦。咁我哋咧就話啦，2乘 8k 等於4 set 減3乘5k，咁就計到個 set 啦，係咪？計一撳啦，2乘8加3乘5啦，除4，咁個數好難嘅，7.75k。咁最後啦，篤 cal 咯，即係話5比7.75啦。咁篤 cal 5除7.75，轉咗分數20/31係咪？篤 cal 啊，20/31，咁即係咩啊？20比31咯，好快搞掂。好啦，咁2023、24咧 skip 咗佢先，講2025。2025咧呢一題就考死好多人啦，當年考死好多人啦。咁咧我就想教埋正統方法，因為唔排除佢今年咧即係 long quack 就搞呢啲咁複雜嘅嘢，係好冇考過嘅喎。long quack 如果咁樣考係冇會試喎。咁所以講埋啦，如果 long quack 我哋想做啦，我哋可以實際上點樣做咧？咁其實咧呢一題咧冇乜話咩好快嘅方法，你可以咁樣理解啦，就係 alpha 加2 beta 等於4k， 等於4嗱。如果你要 MC 做法，你就咁等於4就得噶啦，唔使寫個 k 嘅。但係如果 long quack 嘅話咧，long quack 就要有個 k 喺度啦。咁啊，對位 beta 加2加碼就等於9k。咁都係嗰句啦嚇，MC 你可以唔寫得嘅，唔寫個 k 就得嘅。嗱，我就專登打直最長位，因為3個未知數。咁咧呢個問題佢問咩啊？佢就係問 alpha 同 beta，即係話我哋唔要呢個加碼，我寫到似 R 咁啦，其實係加碼嘅，唔要個加碼咁點啊？咁我哋咧3條式啦，1、2、3，咁我哋就梗係3乘2啊，3乘2，跟住點啊？再減咗佢啦，可能就要再減咗2啊，咁樣咧先整走到嗰個加碼啦。咁樣先有機會整走到個加碼。
咁就會點咧？我哋就會得出4alpha 減 beta 等於 k 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對咗噶啦。呢個 k， 呢個 4k， 咁唔對喎。咁點啊？就要乘4啦。呢個乘4，將佢都變成 4k， 咁我哋就可以得出一條咁樣嘅式啦。即係呢個係第4條式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就可以話咧，呢一個等於呢一條式啦，就係等於呢條式乘4啊。所以就會係 alpha 加2 beta， 即係睇翻呢個 k 啦，同呢個啦，就會等於呢題係難㗎，呢題因為冇見過4乘咁樣咧，就揾到個 alpha 比 beta 啦。點揾啊？拆括號先啦，16 alpha 減4 beta， 之後咧就 grouping terms 啦嚇，-15 alpha 等於咩啊？-6 beta， 之後點啊？就要 alpha 除 beta 啦。呢個照交叉除啦 ，beta 除過嚟做分母，咁個-15咧一樣除過嚟做分母，-6除以-15，簡化佢撳計數機啫，就2/5，咁所以答案係2:5 A。咁呢個係最難嘅嚇，好驚就係佢今年會喺 long quest 度考咧，咁你就要識得呢個表達方法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仲有其他比和比例嘅，即係 rate and ratio 嘅問題咧，唔係咁就咁講比例嘅。譬如我哋睇下2023年啦，第12題咧，哇佢唔係考嗰啲 A 比 B 比 C 啦，今次係考地圖啦，都會考嘅。咁呢個咧你就要識啦嚇，面積嘅比例同埋實際嘅 scale 係咩咧？呢個咧1:50,000咧係講緊邊長比例？邊長比例嚟嘅？即係話咩咧？1:50,000即係講緊話咧，喺個實際距離啦，如果係5萬米嘅話咧，個地圖就係得1米嘅啫，縮細咗，地圖梗係縮細咗啦，將個實際地區縮細咗。咁所以咧，考你幾樣嘢啊 ？km square， 而家話實際地區咧就 km square， 而家問翻你個地圖咧係幾多 cm square， 個單位都唔同咗。咁你要識得轉單位啦，又要1km square 係等於幾多 cm square 咧？係1000乘1000。嗱，我哋知道1km 係1000米啊，咁所以咧，如果轉到 m square 咧，就係1000乘1000啦，係好神奇啊！1m square 係等於幾多 cm square 咧？係100乘100 cm square， 因為二次方啦，你可以理解為本身1米咧就100米嘅啫，但係 square 咧你就要再乘多個100咁解咯，即係要 square 自己嘅，咁你就會得出咧，哇！1km 就好大啊，好大係好多 cm square， 咁唔緊要嘅，我哋咧就話啦。面積比例啊嘛，呢個係邊長比例嘅啫嘛，1:50,000係邊長比例噶嘛，咁如果實際面積比例咧係即係點啊？要二次方喎呢個，即係話咧，我哋可以話 ratio of area 咧係等於1:50,000嘅二次方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篤一篤啦，實際嘅面積係幾多啊？10km 乘1000乘1000再乘100再乘100，就係咧1乘10嘅11次方嘅 cm square。咁將佢除翻呢個5萬嘅二次方啦，就40啦，即係話40 cm square 啦。咁除咗呢一個咧，仲有其他嘅喎。我哋譬如睇下2024年咧，佢考嚟其他唔係地圖啦，今次就速率啊，呢個都要好緊要啊。速率咧有陣時 long quest 都會考嘅。速率咁呢個好基本啦，一定要知嘅就係咩啊？距離 distance 等於咩啊 ？speed 乘時間，個單位要對啊。speed 係我哋譬如話 km per hour 嘅咧，個時間就要用 hour 去計啦。呢個即係如果 speed 係 meter per second 咧，個時間我哋就用幾多秒去計啦。咁呢個係好基本，其實我又係咪要記咧？我自己覺得未必要記，即係 common sense 咯。即係我如果好簡單問你，如果我架車時速100公里，每小時100公里，咁2個小時係幾多啊？咁樣諗，
係嘛？2個小時行咗幾多啊？咪200公里咯，100乘2就係200公里咯。或者我時速50 km/h，我行咗2小時，咁即係點啊？50乘2就係100公里咯，行咗。咁呢啲我覺得係有少少 common sense 嘅。而家佢問咩咧？係嘛？佢又60 km/h 行咗18分鐘啦，跟住然之後點啊？再轉咗速度啦，減慢咗啦，用40 km/h 行咗27分鐘。而家問你啦，整體咁睇啦，咁咧你可以畫翻個表去睇嘅，18 minute 就60 km/h，之後再轉速度就40 km/h，但係就行咗27分鐘。咁首先啦，分鐘一定要轉小時先啦，所以啦，我哋如果計距離嘅話咧，全距離咧，總共佢行咗幾多距離咧？就應該係60乘以18/60啦，因為呢個係小時嚟嘅，18/60係小時嚟嘅，再加佢後半段咧就係40乘以27/60，呢個就係總距離咯。總距離除乜嘢係等於個 average speed 啊？speed 啊嘛，速度啊嘛，即係話我哋要距離除翻個時間啦。但係咧係除咩時間咧？係除個總共嘅時間。總時間咧就係咩啊？18加27分鐘咯，又係咪啊？佢呢個係又係分鐘嚟嘅喎。咁但係個答案咧，我哋要咩啊？佢話答案全部都係 km/h 喎，要小時喎。咁所以我哋要將呢一個轉翻做小時除60。咁呢個就係答案啦。咁撳 cal 啦，乘18除60加40乘27，呢個我覺得明明好易嘅題目啦，但係對大家嚟講咧，速率嘅概念咧，可能少接觸咧，或者少考咧，就亂啦。48啦，咁啊答案係 A 啦。咁呢啲就係 rate and ratio 會考嘅題型啦。咁呢啲都要做得多，都係 level 2嘅題目嚟嘅。